台市會11號佇民治藝術廳召開第4屆第11次臨時會，佇將近11點，議員出席過半，順利開議，陸續討論市府12案的店鋪款案以及對加減預算，嘛確定12號會針對康寧大學台南校舍的使用規劃進行專案報告。會中國民黨籍議員蔡耀輝先前有4檔 logo 的架，並首相蔡市長來考試市長的行政權獨大，無採納伊所建議便利經銷、健康檢查等對加預算，以歸去去做菜市仔的市長。各單位好像都比較重視市長講的話，其他單位在審查預算完毫無誠信可言啦！哦，像我今仔講的，我明明咧審預算到阮就過，伊今仔日追加預算要提出來，到尾也攏嘛無，那好，我們有騙的感覺，所以我今天要請這3個是安尼，各市長做袂對來做菜市場，哦，用一個是要講咱行政權獨大，應該審查預算，我攏無咧談預算，要附加條件，附加條件，互你過了，你答應今年的臨時會要追加點預算，我像我都講的，警察消防人員因很辛苦的工作，危險的工作，連一個基本的健康檢查也便利不足，那臨時會答應，現在又不做，那我們情何以堪？哦，我認為，所以我市長做袂對，我要做菜市場哦。下面這一黨會，這市場這一人支持較好，一個干那國民黨支持無好，各黨各派來支持我做菜市場。臨時會中，因為拄到民進黨東區議員初選民調的公布，第4位參選者當中搶2席，現任議員蔡小薇無意外摕下民調第1關，嘛互伊佇議會被恭喜喙笑目笑。第2席則是前議員陳金晶出線，另外頂屆失利的前議員蔡旺全甲新人卓佩瑜攏無法度過關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